喺哥林多後書8章4節中，保羅提到馬其頓嘅信徒話，盡管佢哋係極度貧窮，佢係懇求有機會可以幫助耶路撒冷嘅弟兄姊妹。你諗下，點解呢一種咁慷慨嘅奉獻係咁罕見嘅呢？因為自私係深植於我哋嘅罪性之中。聖經警告話，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，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，貪愛錢財，自誇、狂傲、謗讟。咁點樣去抵抗呢一種傾向呢？咁就唯有養成每日都同耶穌同佢嘅話語相處嘅習慣至得啦。我哋越睇見佢嘅生命同品格嘅話呢，就會越想渴望效法佢嘅樣式。當我哋為他人嘅益處追隨佢嘅腳蹤嘅時候，生命就會被塑造成為佢嘅樣式。每一個造福別人的自我犧牲之舉，都能加強施給者心中的慈善精神，使他與世界的救贖主更加親密。你想唔想更深入地認識耶穌呢？咁就透過自我犧牲嘅生活嚟到跟隨佢啦。當我哋歸還11同埋承諾奉獻嘅時候，願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